这届大选，国民党虽然是正做国会上大党，不过伫咧高雄、台南、嘉义甲屏东，要是拢互民进党赢去。看来这几日铁票仓，国民党要甲顶动，要是真恶。另外，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届辅选有功，有不少人拢甲鼓舞，叫伊去做行政院长。 选后头一天就开始写票，高雄立委当选人黄捷头一遍参选就选赢，是新一届上少年的立委，也无辜负市长陈其迈相挺，跨区空降成功。未来会阁加征高雄市长韩国瑜变做新董事，因的记者引起关心。那现在冤家路窄，又要在立法院相逢了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命运吧，就是势必要到立法院再继续做。 很多的攻防。第三选区国民党李美珍对民进党李碧雅是一路激战，不过那赢也是无法度突破力赢伫高雄那定金同款的白色立委。民进党比较会选举，我们努力不够，尊重选民的选择，希望新时代让他们继续改革，继续努力。那我们在后面跟他们 support 嘛。 那赢检讨无够拍拼，希望新世代改革。力赢辅选大功臣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展现地方的实力，接任各界声音真侪。连任的立委也变作2026年高雄市长热门的人选。我必须先把凤山要推动的事情，先把它推动得更好。那未来的规划，我想有很多的变化。暂不用去考虑这些了哈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把所有现有的工作做好。同款台南区立委也全部是民进党摕到，市长黄伟提无要阁连任，6席立委敢有人要来选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。谈这个其实有点早，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已经准备很久了，然后那履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还没有想到下一场选举啊，我认为民进党比较严酷的考验是接下来的新政局。嘉义县市以南虽然民进党摕到全部立委席次，不过国会无超过一半，这是小镇县市长接班人进前更较大的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